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3月1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撒母耳记上卷15章32节到34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一个信仰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道伫圣经内底有几个无共款全面的意思。原文 logos 意思是讲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伫创世纪就有创造的规律，因为上帝讲有光，就有光。因此咱知影这个道，这个道是咧指上帝的能力甲本身啦吼。亲像约翰福音第1章一开始就说明讲这个概念吼，咱要先对上帝的话语来思考吼。上帝的话语就是伊的命令、伊的旨意、伊的律例。所以当人领受着上帝的话语，就是爱应当爱去实践。但是咱看见着扫罗王，因为故意咧违背上帝的旨意，虽然伊安尼辩解讲，因为伊惊迄个以色列的阵中这个军人违逆上帝的命令，但咱知影这种会惊人毋惊上帝的心，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撒母耳记上卷15章32节到34节。撒母耳讲：恁带亚玛力王亚甲来我遮，亚甲就行来到撒母耳面前。亚甲讲：我的死期到啦。撒母耳讲：你要用刀杀死妇人的囝，恁老母的囝嘛会互人杀死。就伫结甲伫上主的面前，将亚甲斩做一块一块。撒母耳倒去拉玛，扫罗转去基边伊的厝。撒母耳死以前，无搁甲扫罗见面。伊为着扫罗忧伤，上主嘛因为设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艰苦心。扫罗王就是违背着上帝的道，所以就安尼去互罢免。另外一个真重要道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成做人。道成肉身，对约翰福音的观点来讲，就是上帝伊成做人的样式。所以伫福音书的中间，咱常常看见着耶稣基督自称做人子。伊安尼强调是说明着伊是对迄种上帝看袂到形象来成做人看会到的肉身。用来表达迄个以马内利上帝同在的应允实践。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9节，创世以前就是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被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的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有上帝找一个人来，名叫做约翰。这个人就是要做证，为着光来做证，要互所有的人通过伊来信。伊本身就是迄个光，是要为着迄个光做证。有真的光进入世间来照全人类，这个道就成做世界光来照光伫世界，互人因为看到光，就会当亲近光来领受着救恩。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不欠缺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心的快乐。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管，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着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感谢多谢肉身的主，享受以马内利的恩典，互阮会当正着接受伊来领受着主的同在，主的话语永远的活命。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